咁因為之前國民教育咧，我哋咁多個人咧都曾經喺政府總部嘅夜晚每一晚都留守過嘅。咁喺嗰度就認識咗一班音樂人啦。咁我哋就組立到一隊樂隊。咁今日會送上兩首歌俾大家，其中一首歌咧係我哋喺香港高登討論區度借翻嚟嘅。咁喺度同高登討論區嘅網民講翻一聲唔好意思先，我哋私自利用咗你哋首歌，但係我哋覺得呢一首歌真係非常之有意義，想借用嚟幫你哋宣傳一下。咁多謝一眾高登嘅巴打絲打落力嘅咁改編呢一首歌啦。嗱呢首歌叫《祝君買到》係。來風極衝，卻風沒風，難道要感應在夢，在行過幾間商店沒結果，水貨客通通買咗。無奈海關只在做，沒人性，所有貨全部掃清，只因國貨沒有保證。原來是雙頭，但你可買到，任憑你來往上環大埔，天水圍探路，然後碰到不需負了，躲在牆後暗處分裝插套，車廂中堆積滿布。這車站太恐怖，坐滿皇族阻街不有路，很難掃，高官可有行動高，關注你但冇喐過，成街是商鋪，但你可買到，任憑你來往上環大埔，天水圍探路，然後碰到不需負了，躲在牆後暗角分裝插套，車廂中偏偏找到。如今夜翻貨，但你仍買不到，若然你難過淚流，就請走出來憤怒。如若你想香港更好，不用期望政客可幫得到，得把口講講算數。咁再一次好多謝高登嘅網民改編咗呢一首歌啦。咁跟住我哋會帶上第二首歌，係我哋自己作嘅。咁呢首歌叫《黃禍》，就係講述一班中國大陸嘅蝗蟲喺香港嘅一啲惡行嘅。